有在看韩剧，从韩剧里面学到了来讲还敢讲。分享写那个电子邮件，寄这个电子邮件，文字反败还可以念呢，大声朗读哎，还可以大声朗读哎。韩文啊，被认为是最科学化的文字，用逻辑的道理来创造韩文啊。二次大战后，韩国独立以后，废掉了那个汉字，都只有用韩文了。